近年嚟，移民呢個話題都成為咗大家嘅關注。呢條短片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喺家庭關係上考慮移民時可能會出現嘅3個迷思。迷思1：夫妻關係唔好，移咗民先算。如果夫妻關係唔好，但移民又迫在眉睫，可能會出現第一個迷思：移咗民先算。因為暫時見唔到夫妻關係改善嘅可能，就先放埋一邊。但移民始終係一個對家庭影響極大嘅決定。過程中難免會有意見不合，如果夫妻關係本來就惡劣，遇到一大堆嘅意見差異同問題嘅時候，只會令關係越嚟越遠。喺香港都尚有親友支援，要尋找專業人士嘅協助亦都比較容易。但當移民之後，人生路不熟，喺各種嘅壓力下，要尋找合適嘅支援實在唔容易。所以較好嘅方法係喺移民前先見夫婦輔導，處理好關係中嘅問題，先能夠共同面對未來各種嘅挑戰。迷思2：我移民都係為咗你。千祈唔好同小朋友或另一半講我移民都係為咗你，呢句說話會對對方造成一定嘅壓力。移民唔應該係為咗邊個，亦唔應該係一個人嘅決定，而係整個家庭一齊討論，包括小朋友嘅參與。過程中，每位家人對移民嘅睇法同意願都需要被聆聽同埋被尊重，而唔係被逼嘅。當大家都同意呢個決定，遇到問題時就大家一齊承擔，而唔好怪責任何人，亦都要避免講最衰都係你，點解你要帶我過嚟呢啲說話。唔好因為後悔就將責任推卸喺對方嘅身上。迷思3：不如一個留喺香港，一個帶埋仔女去移民。夫妻身處異地，坊間稱呢啲做太空人家庭。喺呢類家庭入面，有啲係為咗小朋友嘅教育、穩定嘅收入，亦有啲係放唔低當地嘅人同埋事物等嘅因素，而決定夫妻長期分隔兩地，時間可能係1年、幾年，甚至更長。雖然科技可以俾大家隨時聯繫，但就冇辦法取代實體嘅接觸。長久嘅分離會令夫妻關係難以維繫，衝突亦難以化解。當其中一方出現問題時，往往係遠水不能夠近火，仲好大機會會錯過小朋友嘅重要成長階段。因此，必須審慎考慮係咪要做太空人家庭。如果必須要有咁樣嘅安排，就盡可能縮短分隔兩地嘅時間，亦都要積極咁維持網上同埋實體嘅接觸，例如每日最少15分鐘嘅視像通話。喺長假期時安排實體嘅相聚。相信唔少人都係為咗家人而決定移民，所以唔好因為移民而換嚟家庭破碎。喺任何嘅決定上，亦應該以家庭為首要嘅考慮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，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，減少怨恨，作審慎嘅離合抉擇，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。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！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